随虔诚的听众熬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到正文第51页，已经解说到正文第51页。上解每一段，上解每一段，就是解说到五传佛心印，安感唯一佛经。即马就是要来所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曰经说佛性是常，何相摄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何相摄言是常？此即常为令学人专家疑惑。下面这段呢，就是这位行昌啊，对于六祖慧能大师的回答。这位行昌呢，本来啊是人派伊要来替六祖慧能大师，尾啊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感化出家了。出家了后呢，想起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过来亲近。来亲近呢，就请六祖慧能大师给开始了传经常甲无常的意义。这个常就是常字，也就是永远的意思。无常呢，就是无永远的意思。结果六祖慧能大师甲讲，无常的就是佛性，有常的就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结果因为这位行昌呢，伊看过了梵经，在了梵经内底所讲的呢，正甲慧能大师所讲的相反。就是讲在了梵经所讲的是世间一切法无常，佛性是常住，所以才甲伊讲，何尝你所讲的啊是大大违背了经文。但是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我呢是传佛的心印呐，哪里敢违背着佛经的道理呢？这是咱在前面已经解说部分。即摆要解说部分，就是这个行昌国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讲经说佛性是常啊，何相摄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何相摄言是常？那这个行昌呢，伊是完全啦因经典的文出来解说。经说佛性是常，就是讲在这个经典内底安尼讲啦，讲这个佛性呢乃是常，佛性安怎是常呢？在这梵经我来讲，讲善男子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搁再讲善男子常者即是如来。如来就是正，正就是常。这就是说明啊，佛性是常的意思。不过，对于这个佛性是常，在前面还搁再有一段更加较长的文，就是讲善男子佛性呢是无生无灭、无去无来。佛性呢，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所作、非不因作，非作。非作者，非常非无常，非有明非无明，非明非实，非长非短，非因解业之所立持，是个名常。这呢正都是伫咧说明啊，这个佛性是常的道理。当时呢，对于这个无常方面啊，
在《涅槃经》内底讲五观自性，色界无常。因何知业以因缘故，若有诸法将缘生者，即是无常。是诸过道无有一法不将缘生。那在这个所在有伫咧讲，凡是将缘生的呢，拢都是无常。所以伫遮这个行腔才甲伊讲，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呢，拢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善恶诸法，或者是讲菩提心，这应该呢，拢是将这个缘生。那为什么是将缘生呢？咱一个人会做好，或者是会做歹随着外面的因缘有真正大的关系。或者是讲你这个人会发菩提心，或者是未发菩提心，结果呢也是同款由这个外面的因缘所甲你促成。所以伫遮这个形象才讲，依照经典所讲的佛性是常才对。你何尝呢？确实该讲是无常。这个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在《涅槃经》内底呢是讲叫做无常。你所讲的呢，确实讲叫做常。讲处即常为啦，讲这呢就是甲经典所讲的有所相违背所在。讲立行人专家己迄，讲你安尼讲法呢，使我学人就是伫咧自己本身咯，使我呢更加疑惑，就是讲使我呢更加生起怀疑。使我呢更加迷惑，就是讲对这个道理呢，我认为讲你所讲的甲佛经不同啦，这就是伊所怀疑的所在。那到底佛性是常或者是无常？世间诸法到底是常或者是无常呢？所以互我迷惑去本来嘛，在《涅槃经》所讲的，你若是当根据《涅槃经》对我搁再一番较详细说明，安尼我呢会当把这个疑惑心解去掉。你现只是确实所讲的甲佛经完全不同当然呢就使我对这个道理生起疑惑出来。这呢就是这个行腔对六祖慧能大师伊的回答，也等于呢对于一种的梵文的意思。下面书曰：涅槃经五识听念无尽中，托上一变，变为解说，变为讲说，无一字一字不合经文，乃至为念将无易说。书曰就是慧能大师啦，对于这个形象讲啦，讲这个涅槃经五识就是讲我过去。进前呢，听这个年无尽中托上一遍。这个无尽中比丘尼就是老记录阿哥这在前面已经有讲过咱伫这个所在呢就无需要搁再进一步来说明。就是讲这部涅槃经呢，我古早进前有听过无尽中比丘尼读一遍互我听。伊读一遍互我听了呢，我呢就来讲说。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所以经典的道理，伊本身虽然是无看到，人只要读一遍互伊听呢，伊就会当互随时来去了悟。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伊的顿根顿根这个顿根就是讲。伊呢对这个道理有迄个了悟性，随时呢都会当得到了悟。因此呢，伊听了一遍了呢，就讲出来，确实呢无有一字或者是一个道理无符合着经文，完全呢拢是有符合着经文的意思。讲乃至为你将无易说，
不但是过去我所讲的完全符合经文，乃至现主是对你所讲呢，将就是究竟的意思。究竟啊是无两种的讲法。现主是对你讲的，甲真前我所讲的，完全呢，拢都是共款。对这个无常者佛性，有常者世间诸法，这个道理，佛性应该呢是离开了常，或者是讲无常这两边。反倒转来呢，也会使咧甲伊讲是常，也会使甲你讲是无常。讲常者是约佛性的本体不变，约无常者就是约佛性伊的用呢，会当随缘。也即个字体就是即个形象啊，因为伊对即个佛性抛掉一个常，抛掉一个常住的见解。也为着要破伊即个相助之见啊，所以呢，才该讲做佛性啊是无常。也即个形象该讲经典所讲佛性是常，这就是在《梵经》原来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个佛性呢，是如来相助啊。无所变异，所以啊，才该讲佛性是常。也伫遮所讲这个无尽藏比丘尼，这乃是在基言第7的第2段遐，有一个对无尽藏比丘尼说法的一段文。下面我学人适量千枚。愿和尚委曲开示，书曰逆知晓，佛性若常，经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强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我说无常，正是佛说真相之道也。有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永受生死，以真相性有不骗之处。故我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六祖慧能大师家所解说的常无常的意思啊，实在是解说的非常的得色非常的得殊。所以咱来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啊，确确实实就是不入文字教化别传，也就是讲，伊所讲的呢，甲经典的文字啊，话呢，确确实实有不同的所在。但甲这个经典文字不同，并不是表示讲伊所讲违背佛法。伊所讲的呢，正就是非常符合佛法。这个愿呢，就是这位字帖，也就是这个形象啊，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讲学人啊，是适量千枚。学人就是个字本身，这个识就是知识的意思，就是讲我知识的量呢真浅，意思就是讲我呢无啥知识啦。这个昧意思就是讲心地暗昧，就是无智慧。所以这个适量千枚啊。也会使讲啊，我是一个真无智慧的人，也真无知识的人。既然是无有智慧、无知识，当然对于常啦，或者是讲无常的道理啦，就无法度好来彻底了解啦。讲愿和尚啊，委曲开示。讲所以呢，就愿望你和尚呢，会当好啊来委曲。来开始，这个委曲开始的意思啦，就是讲你较委屈的，因为我唔办嘛，所以请你慈悲啦，对我来好好来甲开始，这个委曲开始啊，在咱佛法的
成语内底有伫咧讲做曲随方便。这个曲正就是遮所讲这个微曲。这个随咧上对下，就是讲上的人对下呢，名叫做讲随。随就是讲面顶向下也随倒来叫做讲随。那这个曲随方便的意思呢，就是讲希望你大慈大悲，也对未晓的，对这个下辈人来慈悲来指导意思。书曰：逆知晓，佛性若上经说什么善恶诸法？讲你知影毋知影？讲假若佛性若是上的话，哪里就搁再来讲这个善恶诸法等等乃至呢，到这个空劫也可以讲是无一个来发菩提心的人。所以我讲这个无常呢，正就是佛所讲的真相之道。咱未迄个众生，若讲这个常义，就变成执着在这个常的境界。若甲讲起无常，又搁是执着在无常。佛呢，应该就是常即无常，无常即常。在这个佛性中间，应该呢是无一点的迄个妄想分别。佛性可以讲是普遍在咱一切众生中，确实呢必须要好好来去修，才会当显现。若无修呢，袂当显现。若无证也袂当得到。所以这个六祖来讲这个无常，正就是要劝凡夫二乘人来发这个菩提心。即嘛伫遮所讲这个道理，就是讲佛性若是上的话，安尼咱众生呢，老早就是成佛啦。既然老早就是成佛，当然就无需要来讲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来去度化众生。即嘛伫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讲，佛性若是上就无需要来讲这个什么善恶诸法。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讲佛性伊的体这是常住不变是无毋对，但是这个佛性的用呢，确实虽然来显起了伊的作用。咱众生呢，也是佛性虽然的作用。不过，这个虽然是有随清净缘甲随染污缘，佛性随着染污缘呢，就变咱世间的众生；也随着清净缘，就变成佛菩萨。这个佛性，因为是这个无常，所以呢，才有善恶诸法可以讲。一句话讲，就是讲佛性随着染污缘，变为世间的众生。那这个众生就是有善恶有这个是非有这个真妄，有苦乐等等的代志产生出来。六祖慧能大师来讲这个道理的重要点就是讲佛性的本体虽然是上无毋对，但是咱现主时呢，已经将这个常住不变的佛性本体使伊发起了这个染污随缘的作用，也可以讲就是咱现主时呢，这个佛性已经互咱落在这个众生的染污中了。那既然这个佛性落在这个众生的染污烦恼一切恶法之中，要安怎样呢？当然咱就是爱好好来去修。
好来去修这个佛性才会显现，好来去证这个佛性才会当得着，才会当互咱证着，互咱得着。所以来讲这个无常，正呢就是要劝咱凡夫啦，或者是讲异成人，应该爱好好来去发菩提心。所以直接讲乃至强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这个乃至强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这个呢可以当作两方面来说明。这个两方面是哪样说明法呢？一方面就是讲，假如你若是甲伊讲佛性是常，佛性呢是完全是不变，哪呢？就入面讲，我佛性是常啦，我都这个佛性伫咧现主是在这个众生的烦恼法中，你入面讲你佛性是常，你佛性是常，你就无要阁修行啦。所以无要阁修行呢，所以从现在起乃至呢到这个未来，都无人呢，无一个人来肯发这个菩提心。这意思就是讲，你若是讲这个佛性是常安尼咱可能呢就自满自足，讲我有一个上座佛性，既然有一个上座佛性，都唔肯要来发菩提心，要来修行。这是来讲这个佛性是常乃至强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一种意思。或者一种意思就是讲，你若是讲佛性是常。确实，咱现主时，这个佛性落在咱这个众生的烦恼心中，咱这个众生的烦恼灭不了佛性，使这个佛性呢未当好发挥这个妙用。在这个佛性未当发挥妙用迄个所在现在乃至到未来将尽劫数也无一个肯发菩提心来修行，就是讲众生一直迷落去。根本呢，就袂当好发心修行。一边讲五说无常，正是佛说真相之道呀。讲所以呢，我伫这个所在来讲这个无常正呢，就是佛所讲的真相之道。即马伫这所讲的这个佛性无常，乃是就这个咱世间的众生这方面来讲，所以才讲做佛性是无常。假如讲放下地道，会当互立地成佛，安尼会使来讲做佛性是有常。佛呢，就是因为咱人执着讲佛性是无常，所以才讲这个有常。六祖呢，就是因为这个行腔。执着讲佛性是有常，所以才该讲这个无常。即马伫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就讲我伫这讲的这个无常，正都是佛所讲的迄个真相的道理。为什么讲这正都是佛所讲的真相的道理呢？因为佛所讲的这个真相，乃是依佛性的本体所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这个无常呢，这是依佛性伊的随缘的妙用所讲。所以呢，在咱佛文中伫咧论这个佛性，佛性这个物件是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依这个不变方面讲起来，会使讲是常；依随缘讲起来，会使讲是无常。但是佛性是不变，能随缘能随缘而不变，所以应该这个佛性是超然在常，或者是无常之上。不过呢，为着要破掉常的执着，就讲这个无常；为着要破掉这个无常的执着，就该讲这个常。就是讲有啥物款的毛病，就是以啥物法来去改对治的意思。注意看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